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麻饼和松子糖是苏州的特色小吃。今天我正好要去厂里拿货，是寄到海外的。这个东西在国外很受欢迎，外国人他们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那今天正好带大家去看一下这麻饼松子糖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先把麦芽糖加热，烧开，金黄，使其散发出香味。把麦芽糖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松子中。趁热搅拌，使其能够快速地结合在一起，把它揉成细长条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美味的松子糖诞生了。这个是原味的，你可以把它做成任何口味，比如说玫瑰的、薄荷的，都是非常受欢迎。放到各大景区出售，120一斤。接下来是制作麻饼的过程，大家看看这个料啊，真的是非常的足。一会儿上料拍扁之后就能进行烘烤，这是成品，有大有小，价格自然也不同。旁边都是样品，各种加工好的苏式小吃。今天做完多出来这么多，现在还都是热的，正好顺路路过外婆家，去带给她尝尝刚刚出炉的热的味道怎么样。但是去看她老人家光拿点麻饼松子糖好像不够，我再去买一杯咖啡。排队等啊，我的前面还有15杯。那上楼来看看呢，一个是麻饼松子糖呢，今朝热个。你毛个？我一杯星巴克。哟，你为人管？上楼。你在楼上去了上楼家？正好去看厂里向里到哪走？我一个。麻饼松子糖，我看这一场蛮醉。哦。你再看上看，哎呀去，那个松子高的特别多，那个是120块一斤。这个麻饼肯定还吃呢，是吧？肯定连做。那个麻饼还吃的。看，发开来看，它是连做得不得了，领个。然后一块饼下去呢，一年天还饭吃着。那个里头还有孜油啊。作为一个饼才加孜油。麻饼像侪有孜油个。那个搿么我也不到当然呢，我就追一只。到底你最送点么子个嘛？我正好路过一趟，我回去趟事体了，我回去办事体了，拜拜啊！再会。